你有冇發現咧？無論點樣節食啦、運動都好啦，都會覺得自己成個身體好似好水腫啦、好脹咁樣。可能呢樣嘢咧同濕重有關啊。成日水腫啦、眼袋明顯啦、頭髮容易出油、消化不良啦、肚仔谷啦，明明食得唔多，但係點都瘦唔到落嚟。我試咗 Collie G 嘅化濕輕咧，已經1個禮拜噶啦，確實有啲嘢係唔一樣嘅喎。最明顯咧就係個人輕咗啦，冇之前咁攰，而且佢係膠囊，食用都好方便。水腫同黑眼圈咧都有改善，體重咧喺1個禮拜裏面咧都減少咗接近1 kg。呢隻 Collie G 化濕輕咧有幾個超強嘅特點，佢係市面獨有可以做到3效合一嘅9+9配方，一次過可以幫你去濕、消水腫、排毒。唔單止係咁，去濕功能有臨床證實，1個禮拜可以改善埋靜脈循環嘅疲倦感啦，同埋關節腫痛嘅問題。最啱企得耐又坐得耐嘅人，9種健脾化濕功效嘅中西草本，有助排出體內嘅濕氣，改善浮腫虛肥，恢復纖瘦身形。開始試用1個禮拜咧，就已經可以減少水腫嘅問題。有9種益生菌可以改善你嘅腸道6成唔舒服嘅問題，同時有效幫你減輕體重，改善排便問題。最重要係成分天然，佢冇西藥，冇副作用，長效去濕，特別啱一啲咧中意飲凍飲啦，成日坐嘅 OL 啦，有靜脈曲張、經常水腫嘅朋友，一定要試下佢啦。